再来看台铁的一节支线，中华湾转站到南投的落水站，昨下晡有电火条倒去，造成中华丽水站到南投的落水站无法度通车，只好先派公车来接送人客。经过透明抢修今仔已经恢复通车。5月开始台铁阁有改善工程，火车只驶到落水站，即马店家是真烦恼，生意歹做。4月30日暗时的下班时间，台铁落水站开过去拢无人，火车嘛无停站。原来台铁一节线伫咧30下晡的时阵，因为中华的关转站到南投的落水站之间有电火条倒去，影响到火车的路线。台铁紧急启动公路接送，干部单位嘛透明抢修。所有水源是明天开始要那个工程施作啊，所以明天才开始。今天到几点啊？第二天，一节线的列车已经下当依照原来车帮驶到一节车站，不过一节火车站附近的店家线真烦恼，因为为初二开始，一节线的火车敢若下当驶到落水站，和一节火车站附近的店家惊员工会受到冲击。看方程修已经好久了，2年多了，你看现在又来1年多，我们这里都差不多6月。是很久啊，可是如果是以安全性来讲，我是觉得应该以安全为主。因为一节线水力大，伫2021年崩甲真严重，崩坑甲铁轨路受损，火车敢若会当驶到一节站。因铁轨路升级甲3个崩坑整建工程，会伫5月开始施工，预计明年底才会完工。或者根据应该要加强配套措施。因为火车是一个特色，那少了这一个特色之后，是不是会让这个游客的吸引力会降低哈？所以可能要在这一段期间，可能这个地方政府就要去想一些这个替代的一个方案。或者建议，除了加强交通接送，嘛要发展其他公共资源，加强游客去佚佗的意愿，才会当降低火车停驶的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